講到日票，最近一直咧拉欠，起碼出現164塊日票換1塊的美金。為了防止這日票繼續變動，日本財務省和美國的財政部做回來出手干涉。那這美國總統川普就表示，美國援助是展現兩國友誼，而且對全世界經濟都有幫助。日票匯率頂日一直跌，包括164塊日票兌1塊美金，履行每40年的新低，嚴重衝擊日本經濟，迫使政府不得不叫盟友聯手解決。We're very strong, very strong financially. They are, they have a weakening yen, and they wanted a little bit of help, and we're always there for Japan. 美國總統川普昨日證實，美國已經出手甲日本聯手干預會期。Financial benefit. It's also good for the world economy. 其實，這場罕見的聯手互惠，早佇幾日前就有預兆。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7月31日召開內閣會議的時，放翕到筆記本中特別標註購買50億至100億美金的日票的代辦事項。隨後，貝森特也發文強調，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美日同盟當堅定對抗市場無特殊的變動。Japan wanted to. It was really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t was a signal of friendship. 美日兩國聯手進場買日票，從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雙方計劃30年，各一擺公布出手支持日票的走勢。消息指出，美金對日票匯價曾經回升，展現美國跨海救援的干預力度。断固たる措置を取ると、それが実行されると、そしてそれはいつでもその狀態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申し上げ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日票聲帶暫時緩解日本進口物價甲通膨的壓力，不過這波互惠效果會當維持偌久，有原有待持續檢驗。公視新聞4派選編譯。